尔警察被调查。据突厥斯坦新闻网报道，铺设县公安警官伊米提卡利正在接受调查，已被开除党籍和公职。据报道，现年45岁的伊米提因今年初与朋友聊天时反对集中营政策而受到调查。土耳其民间社会组织重视和支持维吾尔族学生。位于伊斯坦布尔的萨图克布克拉罕知识和文化基金会在2019至2020学年开始时，在土耳其各地举行了一系列开幕典礼，并表彰了杰出的维吾尔族学生。昨天，基金会在布尔萨举行了开幕典礼。布尔萨市和乌鲁达的大学领导以及维吾尔民间社会组织的代表应邀参加了此次活动。法国首都巴黎举行了以维吾尔人受到新的纳粹大屠杀为题的会议。来自法国、欧洲国家、美国和人权组织的乌苏拉·高迪尔、黎安·图姆、尼克·摩格瑞特和索菲·理查森等维吾尔问题专家参加了会议。据报道，哈萨克斯坦和中国的东方卫视技术公司签署了协议。哈萨克斯坦政府将这11个边境口岸的现代化承包给了中国公司。该公司宣布已与包括阿拉图克和喀赖扎提在内的11个过境点签订了现代化和扩建项目的合同。据说，哈萨克斯坦与中国之间的协议旨在改善边境安全和实用新技术。中国东方卫视公司由前主席胡锦涛之子胡海峰于1997年创立。香港昨天有上千人聚集中环爱丁堡广场，为反修订逃犯条例示威活动祈祷。参与者更亮起手机灯，打出英文字母求救信号的摩斯密码。大会也提醒参与者禁蒙面法适用于这场集会，吁请参加者自行衡量戴口罩的风险。不过，现场有不少人戴上口罩，其中不少人举着美国国旗，现场高喊口号“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等口号。10月19日，人们在英国伦敦参加游行，呼吁英国举行第2次脱欧公投。当日，数万名抗议者在英国议会大厦外游行示威，挥舞欧盟旗帜，呼吁举行第2次脱欧全民公投。英国议会下院19日投票通过一项关键修正案，实质上将迫使首相鲍里斯·约翰逊致信欧盟，寻求再度推迟脱欧。